喂，我請你望下出面，睇下有邊間鋪頭唔係連鎖店。百佳同惠康將個市場壟斷，我好懷念喺士多買到嘅雪糕同薯片。百佳幫到你日日賺，呢個世界邊度會有免費嘅午餐？香港嘅租金確係唔簡單，啲細鋪點樣夠啲大財團爭？乜嘢係公平競爭？呢個問題好深，喺呢個社會啲機會好似海底撈針，有創意冇資金，肯努力但唔識人，未到起點我已經覺得舉步難行。行落商場想去食碗魚蛋粉，30蚊碗，9成去晒俾租金，賺得咁盡，覺唔覺得太過分？上市公司係唔會同你講良心。香港究竟有冇地產霸權？睇下你企喺牆嘅邊一面。香港究竟有冇地產霸權？其實諗嚟做乜？最緊要揾快錢。香港究竟有冇地產霸權？睇下你企喺牆嘅邊一面。